台湾民众党第二届党主席补选的结果今仔日下晡出炉，吴国昌摕到8903票，蔡壁如是摕到360票。吴国昌以9成6的得票比率当选民众党主席。 民众党党主席补选10月举行，由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长吴国昌对上前立委蔡壁如投票采线顶投票方式。选委会伫律师见证之下作结，民众党公布票数。这届党主席补选投票总选举人数是19320人，投票率是47.95%，投票数是9263票。其中候选人吴国昌得票数8903票，得票率96.11%，赢过候选人蔡壁如得票数360票，得票率3.89%。今天我们经过了一场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程序，正式的投票结果的公布啊，我们会在19号啊由我们的文宣部来正式的公告哈。 补选结果出来了后，蔡壁如伫面试发文，党主席选举结束了后，大家要团结一致支持新任的党主席，斗阵面对煞来挑战。也吴国昌是经由面试发文，感谢蔡壁如提供宝贵意见，也讲会努力，互瓜问题转来迄天会感觉骄傲。 今天开票之后啊，我们的秘书长周瑜修就已经跟我们的代理主席黄国昌提出总辞。2月19号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新任党主席的名单之后，那我们就尊重新任党主席的这个人选的参考跟意见。 我预算讲未来人员是毋是继续留赖，也是有其他考虑。下29正式通过新任党主席名单了后，尊重新任主席吴国昌意见，也强调这期间党务基本的运作依然会维持。记者综合报道。